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的中兴新村边仔的篮球场，因为无封起来，所以枪在都未少人来拍球。除了有困住的风险之外，有未少人阁会甲这个喙掩摕掉、啉水吃汗，甚至就坐伫遐咧开讲。卫生局讲，这个拍球并无违规，但是你讲这个场地超过10个人，阁甲喙掩摕掉，这就违反防疫的规定，上悬会当罚款30万。 老人做伙咧拍篮球，虽然讲拢有挂喙掩，毋过一群仔要进攻，一个又要防守，每一个动作，人甲人之间拢会相活。这个半场有6个人，另外一个半场有5个人，总共是11个人，因伫共一个篮球场伫运动，搁较含是其中有2个人球一个拍刷，直接喙掩就扭落来，一个边仔伫休困兼开讲。 这是南投中兴新村边仔的篮球场，因为是少数的县内无封起来球场，真侪球友直接拍球，好在地人会烦恼。运动是为了健康，那也不希望说因为为了打球而产生这种疾病的可能性这样。还是在3级的防疫期间，尽量还是避免到外面群聚。 卫生局讲拍球无违规，不过影片内面有11个人做伫一个球场拍球，就是违反规定，会使罚6万块到30万块。是要配合我们所有公告的政策哈，尽量避免人流跟群聚的部分。负责管理球场的中心办公室讲，会派人到现场去巡逻，要求民众喙掩袂使拔落来，共一个球场内嘛袂使超过10个人。若是发现球友唔听可劝，无得管理，就会将这个球场甲关起来。